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31，彼得前书5章7节安尼讲：恁着将凡所挂虑的交托上帝，因为伊顾念恁。三甲来祈祷，随时看顾保护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知阮心思意念的主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主啊，阮心内烦恼甲挂虑，阮无力通担的重担甲困难，阮找袂到答案的问题，你拢知，你拢听见，所以阮要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恳求你施落你的恩典甲怜悯，求你压耳孔听阮卑微的声，求你顾念阮这个小可的人，愿你将救恩甲慈爱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咱每一天将咱所挂虑的交托伊，因为伊顾念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